天氣這麼大，大家攏想要知影有啥物方法，讓冷氣省電佫會涼咧？來看日本的軍方吼，因即馬所講的這個方法，你看這日頭遐大面啊，用一塊面布去浸水，將這個淡淡的面布放佇冷氣機、室外機的頂頭，刷落來呢，頂頭的水就會流落來，將這個機器啊來它放較冷的，所以你出來的冷氣當然就會較冷咯。佇咧努力行，攏會當感受到空氣是燒滾滾，最近的天氣是愈來愈燒熱，體感的溫度甚至到40度。若是台灣，就連日本嘛有感覺。キンキンに冷房が効く裏技教えます。汗水桶甲浸佇咧水裡的長面巾鋪佇咧室外機的頂懸，日本自衛隊東京地方的協力軍部佇咧社群親身示範，原來這款的方式會當讓冷氣變較較涼。こうすることで毛細管現象で常に水を送り続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。天板を冷やし続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、エアコンの節約や冷房の効きがめっちゃ良くなります。伊嘛提醒大眾就要遵守3個原則，親像袂當甲水桶直咧放佇咧頂懸的房仔，水就要滴佇咧室外機的後壁。若拄着風台也是落大雨，嘛就要撤掉。報文出來就引起網友討論，希望會當有更較濟互熱天變涼的美角甲撇步。建議哈，那設定在差不多25度啊，或是26度。我希望說開一個風扇，啊，稍微用低風式的哈，那吹得會更涼爽。哦，那也會更省電。專家提醒，逐個月甲室內機的過濾網洗2擺，室外機是建議1年就保養1擺，同時避免排風相對吹，地處燒氣互相干擾，也是無法度有效排掉。嘛會當考慮裝熱力棒來倒熱力，通常會當倒省電大約20%。民眾佇咧燒滾滾的天氣開冷氣涼一下，要安怎更較舒適，更省電省錢？撇步是800款，照生活的慣勢會當來放大效果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